小新鲜哦，老师叫我们来这林肯阳，看起来好棒哦。但是吊桥在哪？真的地图看一下。啊，我们去看看好了。老师黑讲哦，那个吊桥很高，很高，可以看到很多自然的风景啊。哦。哎，我们现在在这边。哎，吊桥离我们好近哦。对，要往那个 Suspension Bridge。对 ，Suspension Bridge， 先往那边走吧。哎，那边就有一个招牌指示牌，林肯阳 Suspension Bridge。我们看一下。赶快去看看我们的 Suspension Bridge。出太阳了！哎，真的。我们把伞收起来好了。How lucky we are！ 哇，棒！哎，你看那个桥，到了吗？美耶，那曲线超明显的。真的到了耶！哦，蛮陡的耶，小心哦。不小心踩那个木头。对啊。哎，不过这边吊桥很高哦。真的 ，the suspension in the forest is very tall。好啦，咱俩都个吊桥很高。还有那边是为了可能我们来拥拥哦。啊。可能是比较粗一点的，这个比较细，可是又超高的。对啊，应该属于冷山类的。而且你看，哇，那 suspension bridge 真的很高哎。啊，那个瀑布，两个，它有 twin falls。啊，好舒服啊，这样走。非常舒服。刚刚下了一阵雨，现在出太阳。对啊，不过 the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forest is very tall。那咱俩都个吊桥很高，都是看到懂讲的风景。真的，而且啊，这边有 twin falls 两个瀑布哎，真的好棒。感觉这边树很多，好像来了一台很大型的空气滤净机一样，空气好清新哦。那苏拿哦，真是卧虎藏龙，有瀑布，有池塘，有大树林，有阳光，什么都有。不要忘记刚刚还有什么 suspension bridge 啊，走，所以最经典的还是那座桥。对啊 ，the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forest is very tall，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哎。抽，我刚刚讲啊，这个水这么深又这么干净，我看好像可以下去玩一下哦。啊，衣服脱掉了，我帮你拿。不用脱了啊。我来了，下去吗？随后跟上啊！好啊。水温10度以下，嘿哈，我先走啦。10度哦，其实我下次跳也可以啦。好，哎，等我啦。咱俩都个吊桥很高，都是看到懂讲的风景呢。The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forest is very tall。跳舞觉得好刺激哦，想多走几遍。